一封信剑显出反对光芒。仰天魔都灵光闪闪。呀哈！利用必使用作交闪电传魂。现在金王子要用流星刮弯。来吧，来吧！相逢对垒，异国相当，兵分秋色。万高身高武里面歌手歌舞，看个汗流浃背。这时阵，李忠义非常的急忙，忍耐袂了咯，迄现役底牌，最后一招，回国拿掉。自将手给扣走，惊天波刀被夺了，赶紧的找惊天波刀。快走！小等你，徒弟小等你，徒弟千万都唔通开杀，看念阮世主哪前辈面相，用阮臂中臂条命嘛。啥物啦，师傅哈，你做无意思的。我这个刁民，你咧甲我控制，安尼哪对啊？这个万恶不赦的罪魁，这个若是无甲低调，后患无穷啊！徒弟。难道恁师傅所讲话你袂晓听成？这个就是阮世主的徒弟，叫做陆金啊。伊受了赤我利用，一时的错误，希望伊会当改过迁非啊。诸位前辈，我师尊用阮这个人就是唱好归山，标好生业。这个人无水天下不能灵啊！赵世家，请你用阮我，请你用阮我。这个将心，你拢全然无忍让处事，强记待人。遮济名仙教店家，大家拢点点，只有干那你伫咧讲话，恶毒啊！你认为你的刀法天下无敌吗？你认为你的剑术就是盖世无敌心？师傅。哼！你会记你君主三戒吗？知啦，我知啦。年少戒色，年轻戒盗，年老戒贪。哼！你敢若用嘴伫咧讲，言多非难，行之难，知过非难，戒之难。总是今仔日，万望阮世主道兴，自将你的徒弟掠回转大雪国，去甲面劈，甲粉饰。非常感谢元人你的容允，金王子，你忍剑不杀我徒，我当作甲你感谢。希望我徒做功德来保佑前天。好，热度，金王子，你暂时我死吧。你若无甲我结果单杀，我对赤我新君不能交代。歹，热度，到这个临危之际，你还搁伫咧讲赤我，你真是使我愤慨。来了！啊，文世主啊，哇，众仙家甲我有一个秘密，要讲互恁大家了解咯。哦，大家听我斟酌去，安尼耳孔来。安尼啦，安尼啊。啊，金王子，我先说讲互你听。我嘛是爱听，我敢比人较细汉心。哎呦，你那很细汉啦，煞唔知影淡薄金光石骨法，讲啥话，无甲讲袂用哩。老和尚就是安尼俩。卖笑，我就是抑阁有任务的哈。这避中避慢我大罪人，这个我无甲拍人个吼，我心足袂愿的俩。安尼我三无怪嘅，起码都输古人样了。安尼好，
将位道兄，我将热度特别带回转大雪国，奉上北海三大名士会同，不用改言呐。有有。那个咱家好人哦，赶紧找找这个京城宝珠啊！迄京城宝珠好啊，足厉害，唔通国叫歹人摕到正用，若是叫赤我国家做正义啊，迄对咱的性命有所危险呢。赶紧巡逻，看啥物人捡这个宝珠较紧嘞。秀，道兄，这阵会使你讲是虚奇之战。也会使你讲天下独一无二，两人的决斗，所以呢，任何仙角拢总出来才决定啦。我也不例外，所以看得非常的爽快。尤其是金王子这部，都是在天炎五缺内面所练成的，这个叫做二地天人剑，怀得六尺台。哈哈，到大你才知。老师啊，我想讲哦，要摕这个宝珠来行太子殿下。赶紧！你这个案还未结哩，赶紧去找太子殿下，上车要甲伊保护伊安全，也将宝珠送行吧。好，个别老师停车。道兄啊，也大事已经了结咯，你我两人去游山玩水，不问红尘嘛。多谢道友带路好队再来。现在有讲念头，搭对两只狗脑较大，迄都未死的，迄昆仑四祖甲昆仑元人，良心不怒，良心搭对有较大，这种生理让你做，你咪莫杀你。喂！我盖棺论定阎王赛，你是怎样这个官差呢对调哈？难道你唔知我是昆仑的开拓者，昆仑四祖吗？我甲我的道兄昆仑元人在咧游山玩水，与你何干啊？哎呀，道兄啊，无需要这般来甲伊用吗？因为伊是大自仙家，叫做盖棺论定阎王赛。凡是咱两人的受所该种的时阵，伊就会甲咱收拾，以免咱两人身首异处。道兄，你话前咧讲这不吉，哎呀，咱是一个长生不老长生的修道人。哎呀，人总有一个死终，天地万物所有的物件拢有一个死终啦。但唔知是你的受所该终，也是我的受所该终呢？无这款代志，喂！盖棺论定阎王赛，请你莫甲军中，假使你若军中强行，我会收起。道兄唔通收起，放火龙之威，把雷霆之怒，任一时之气，免受千日之忧。咱修道人定伫咧讲，怒火伤肝呐，爱心平气静，才是真正的修行家呢。哈！我忽略了。好啦，对就去对啦，剑中剑听着，现在比中比已经失败。惊天宝刀受了大混沌、小混沌之所敌，恐惊这两个混沌的人，宝刀失落在江湖，对我赤我组织有所不利，得令你下山收回惊天宝刀，不得为命。这边呢？小等啊！但这支宝刀是你要得啊，我要得，你唔着爱讲得较清楚咧。阿妹，你要得，我要得，迄根本就是请我新君交代咱出来举你什么？你要得，我要得，会爱举倒来咱教主的面前献功，唔才会使。小等咧啊！小牙工甲大牙工伫遮咧，宝刀甲咩撒出来万事该休呀！若无这两位牙工，迄是甲你假死哦！这玻璃灯牙工连手，牙工连手，要你拢毋捌听到大混沌甲小混沌的名呢？我太毋捌听你的名，啊！恁迄南山林的
也我这北松林的也南北两分呐，所以宝刀爱归这边。宝刀也毋是你的，也嘛毋是你的，也迄都是避中避的，避中避的，就是爱互我，也若毋互你，也毋互我，我就开始甲你抢，抢我就开始甲你抬，抬就拍，好来我呀！好，两对两龙家里面点点，唔通我大叮当叮当，你爱知影讲天神下降？啥物叫做天神下降？迄我哪会听拢无啊？要若听无，你干嘛看金竹喂？记得吧？喂，困魔干嘛说出来？我的舅！哇！天神下降！哎呦，天神下降啊！恁四个人踮这个所在，就是为着迄口宝刀，对毋对？是啦。要若安尼我你讲啦，迄口宝刀也毋是你的啦，嘛毋是伊的啦，刷落去可能是我的。你这个老人囡仔讲了都毋对咧，什么这宝刀是你的？迄壁中壁叫金王子斩断手斩断手呢，生成阮大混沌甲小混沌，都爱甲扣转来，互阮赤我神棍哈。你就是赤我神棍派出来呢？是啊，要拿赤我神棍派出来，你咪讲甲你拖，毋是，迄赤我神棍，迄我甲你无相捌啦。我这边毋是，我这边都是迄个北松林万强罗林朱甲天真派出来了。这人该无熟悉啦，无熟悉啦。迄武林道上的英雄好汉遐名人哦，你若虽然我虽听有，你若讲啥物北松林，根本听无，迄个都无名的小说。这支宝刀最好是来我藏吼，安尼才安全。若互恁这毋正经藏哦，毋知拄一届变成杀人的凶器无较大。若互你藏会变成啥？互我藏哦，这个宝刀真赞，我讲你听，所以去我会举去当店。举去当店，你免若你欠所谓举去当店，甲当200块好头壳小烟酒哦，不是忙叔叔，安尼变哪会使？要若袂使，你咪天神推哦，对哦，卖啦，安尼生死人命都唔好你咧。哎呀，咱大家拢新事人，用讲的都好，用拍的都好，遐大张我法度。安尼啦，宝刀插咧中，插咧。好，插咧遮对，插咧遮。我这老岁仔讲话拢袂使扭场，甘烂。我即摆来创一条做绕口令，你若对我会着，宝刀无条件举去；若对袂着，大家欢喜甘愿来宝刀归我。你嘛报一个名来听看卖咧。我的名听到真赞，我都犹不认啦，这个名熟悉，光头皇帝犹不认啦。好，好，你做看卖咧。做看卖。都听好。对哦。我的念是100年哦。耳康大家要来哦。好啦，你念啦。南港一阵北管，一个搭鼓，一个角板，要摕去北港唱北管。南港一阵北管，一个北管，一个北鼓，中好啊！换你。我，你搁念一遍，互我听看卖。南港一阵北管，一个搭鼓，一个角板，要摕去北港唱北管啦。南港一阵北鼓，头一句都唔对，我都袂使。我你讲，小等又不认啦。我念互你对啊。你要念我对，哈啦。毋着一来一往，安尼毋才有公平。来个，毋则操蛋啦！讲这绕口令，迄我是专家。听清楚哦，迄我原来念一遍了。念，莫哪啰嗦。花香弄破鼓，鼓破用宝宝，毋知宝宝鼓也鼓宝宝。迄音拢用这要共款。互你先念。互我先念。花香弄破鼓，鼓破用宝宝，毋知鼓宝宝。
啊，你个念那首歌有对。哦，换你。花香拢破果，果破用宝宝，唔知果宝果。哈，未通啦！安尼都一来一往，我不输上下啦。我不输上下哩，安尼好，我一届输赢哈，我一届就真正要输赢哦。来，新打一打错。走到12路，看到一只兔，要掠兔，车倒错，跳破裤，也无错过，也无裤过，也无兔。嘿，迄个简单啦，我先了。先打一打错，走到12路，看到一只兔，要掠兔，车倒错，跳破裤过，也无裤过，也无裤过，也无锁。无锁啊，也无裤过，也无裤，两解裤。我宁可卖念。嘛念看卖咧啦，凡是你若念会着，大家我顶拍去咧。先打一打错，走到12路，看到一只兔，全咧车倒错，全咧跳破裤，大家全咧无输赢。安尼算讲恁两个输，我无法度啊，迄无法度。要若无度，报道我甲你接收起来，是哩。这个手行哩，这个手算是必中必下哦。恁看要举去台，还是要安那？迄无问题。我你讲。我真中甲你严认交代，你袂使帮助我咧抢我，若帮助抢我，迄我是无用的你，天神下降。是。老大位老师，好，准备来去掠抢我，来去掠抢我了啊！咱多啥变镜头？无采一个抢宝剑啊，无较煞啦。南松林、北松林根本就抢袂着，就去互迄个油不练啦抢去，油不练啦。莫怪讲你混沌咧，迄头壳混沌咧，一句话就讲袂好势。老大个剑中剑到位，失敬。现在请我新军交代恁两人所做工课怎样？都抢着，去互迄个光头的伊不练啦，做啊先打一打错，这是一拖。好呀！我讲你听，你莫生气啦。根本这个宝岛的物件有得则得，无得则失啦。阮南松林嘛是想要来夺宝岛，恁北松林嘛是讲要夺宝岛，结局都无法度，就去互迄个光头的老人囡仔摕去你咧。哎呀，难怪讲你是大混沌、小混沌，也你这个南松林的小猪该死啊！对我光头的。北海乌鹰带着爱奴回转乌森林，要再锻炼阴阳二气剑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儿志趣相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同款。不捌心头乱，不捌心跳烦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互人管，快快乐乐的人生观。每日两撇喙手连环环，两撇的男子汉，不知什么叫做怨叹。不知什么叫做困难，人生海海那迷茫，荣华富贵无稀罕，身体臃肿头一层，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子汉。喂，爱奴。洞内迄个是我的老师，进入洞中，你就会明白我是乌鹰或者阿霸王了。行吧。茅亭雪花影，玉弯自大门，一夕写死去，西山乱何君啊！
我道入来吧，遵命。老师，弟子有礼。参见老前辈。老师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了万教的爱奴，伊的绰号叫做独眼龙林心心，当初也就是八龙之一。我了解，八龙现在已将灭了。你独眼龙林心心早看破改邪归正，这就是明智啦。呀，恁两人过去如何？大失败啊！功夫认真练，功夫是万底深坑啊！无极泛海，海底海，天地孤山叠叠山。所以呢，恁两人阴阳合一，爱认真锻炼。所以啊，老师尊，感谢你传授着我的剑法。但是有一个疑问的代志，希望师尊你甲伊解开，以免伊疑魂惑惑。哦，是什么事情？关系乌鹰阿霸王之事。哦，姑娘有所不知，我的徒弟伊毋是乌鹰的，我的徒弟就是叫做阿霸王。这个详细情形我讲互你听。因为3、4年前，阿霸王单人独剑，特别亲进魔镜山天雷国，特别收伫天九龙的中途去拄着这个乌鹰啊。这个乌鹰的本地，也就是北方新军的第3徒弟。北方新军有教3名徒弟，大徒弟一江流，二徒弟梁光峰，伊是排做第3。因为奉因师傅北方新军的命令，来我这个所在，特别采取圣血果。我看伊骨气未歹，而且呢也有胆魄，所以便都受他委托传授着伊的剑法种种啊。殊不知我的徒弟去拄着阿霸王的时阵，两人点遐决斗，什么人若胜利，入这个魔镜山天雷国，结果。就是乌鹰胜利，乌鹰胜利了后，才接受到阿霸王甲伊化妆所六合神师的模样入这个天雷国，真不幸受这个天九龙的毒箭射杀，受这妖刀所甲伊斩死，一命捐躯在沙场啦。所以现在这个是真正阿霸王，皇太师，迄个就是乌鹰本人啦。哦，果然如此，阿霸王。安尼我已经明了咯，阿霸王。哦，爱喏。阿霸王啊，我真欢喜。恁两人免欢喜，恁两人还阁一劫真大劫，这劫若脱会过，恁两人白头偕老；这劫若脱袂过呢，凡是两个人双双撞死沙场也未可定啊！也那安尼，弟子认真的练剑吧。是啦，我也认真搁再来锻炼，望老前辈传授吧。安尼好，闭门。练剑就绪，喂，满腔老人，你赶紧将乌鹰甲爱奴给收敌弹杀，否则连你的老命都会死。昆仑师祖，你实真残忍。残忍！喂，昆仑官人，你我势不两立啦！你已经夺我金丝毒糖。哼！你这个盖棺论定也蒙塞真聪明呢！你也知影我这里伤杀着昆仑官人，你观察观，现开开，我一将这个甲结果弹杀。